你副歌喎，大家有朵啊！咩叫驕兵？呢間好似猜輸就同一隊咁咯。冇人講過呢個名，冇人講過啊！我肯定聽過，我識唱嘅，我都識唱嘅，但我醒唔起咩歌名添又係。仲有5秒， 4秒，唔記得喎， 3秒，放棄啦，放棄啦！點解啲答題都咁係啊！大家好，我係 Chris。誒，大家好，我係小龍。今次我哋決戰二人秀嘅第2集啦，你記唔記得上一集我哋拍咩？減肥片啊，你知唔知嗰段片嘅收視淡薄？好似有幾百。係冇嘅，應該得100零啫，而家我哋只係得。有邊個觀眾想睇兩個馬騮減肥啊？你唔好玩啦，減肥你又唔除衫，係嘛？冇人阻止你除衫，除褲都 OK。可能仲少人睇。所以有見及此，今次我哋第2輯咧，我哋就唔係兩個馬騮玩遊戲啦，我哋請咗兩個女嘉賓嚟到我哋嘅遊戲，耶！好 hello， 歡迎兩位女嘉賓。今次我哋頻道第一次有女嘉賓啦。非常高興請到兩位女嘉賓啦，咁不如佢哋自己介紹下自己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Lily， 我係佢嘅朋友。咁佢係咪你嘅朋友啊？都係，係啊咁都有嘅同學。係啊，咁點稱呼啊，位小姐？叫佢自己介係紹。啊，你同我識咗咁耐都唔記得咗我個名。簡單介紹。唔識嘅，唔好誤會啊，各位觀眾。大家好啊，咁我叫 Tammy 啦，咁我係阿 Chris 邀請我嚟嘅。耶！今日我哋咧做緊估歌仔遊戲啦，係啊，咁我哋有2 part 嘅，咁我哋估嘅歌仔係咩歌仔啊？應該係千禧年代歌。好啦，咁喺開始遊戲之前咧，我哋會有個分組環節嘅。咁梗係我同小龍各自一隊啦，跟住兩個女嘉賓就猜下同邊個隊，咁猜完嗰個揀啲味。即係呢間好似猜輸就同一隊咁咯。冇人講過呢個味，冇人講過啊！我唔想你講呢個味。你自己佢話眼瞓啊，roll 機時佢話。係啊，所以冇人想同佢一隊。可能佢係啲咩歌王咧，係嘛？係咯你係咯。副歌喎，大家有朵啊！你副天橋底成日見到我喺度唱歌。係啊。贏咗就揀先。啊剪得。遊戲分為2部分，必答題設有10條題目，每條1分，答錯冇分。搶答題設有10條題目，每條2分，最後1條題目為5分題，最高分嘅組別獲勝。第一題，將我漫天心血，一一拋到銀河。誰是垃圾？誰不捨我難過？分一丁目贈我。唔係搶答啊，玩嘢啊！大家都答可以即刻，唔使3分鐘係咪？大家都 confirm。係啊，你覺得咧？係㗎啦。我已經估到個人，我估唔記得歌名。 3、2、1，呢個。開個靚頭先，我哋係咪？咩叫驕兵？我哋好，第2題，殘酷至此，我更讓我想靠近，深知要換過別人，還是有人。係咪啊？應該係。係咪啊？記住先。麥浚龍應該係。麥浚龍嘅係啊有人。農夫。因為我唔識嗰啲，我就答反骨仔。你識唔識唱反骨仔啊？真係應該唔出得街。好3、2、1，耶！好，兩邊都答啱嘅。啊，幸福得好成功，完全攞唔到別。好，第3題，為繼續而繼續，沒有好處還是我。若注定有一點苦楚，不如自己親手割破。哦，快啲！唔係呢首，唔係呢首，好似唔係呢首。咁仲有邊首啊？仲有30秒好，似係寫到先，係咪咧？仲有10秒。唔係呢首。嚟！都冇有。小龍嗰邊答啱咗。係啊！係啊！我好心分手係啊！第4題，跟哪一個做場大戲，快白髮齊眉，然而又不敢這樣，花光一世呢個真紀。係未聽過呢首。我肯定聽過，我識唱嘅，我都識唱嘅，但我醒唔起咩歌名添，又係好乞人憎啊！係一個男歌手嚟嘅，點解啲答題都咁係難？啊！喺2002年嘅作品。好多時。跟哪一個做場大戲，快白髮齊眉，然而又不甘這樣，花光一世紀。佢啲歌好少會唔記得㗎，除咗 K 歌之王之外。仲有5秒，唔係啊，我唔肯定添。點啊？
好難寫喎，完全未聽過喎。好，阿 Chris 嗰邊答啱咗。曉東啊？係啊！邊個啊？唔怪之啦，好少聽呢首。第5題，無回憶的餘生，忘掉往日情人，卻又記住移情別愛的命運。無回憶的男人，就算偷呃與瞞騙，抱抱我不過分。係咪容祖兒咧？我覺得可能好似係，真係好似係容祖兒。我哋啊，係16號愛人。係啊，真係似喎。即係 Beyond 呢首。都似係啊。好啱，3、我應該係啊。 2、1。哦。今題係 Chris 嗰邊答啱嘅。之後因為你小事大成喎。因為你係講小事大成。我諗咗好耐，咁一陣係咪啊？我見到個答案，我知我哋衰咗。咁難嘅題目。咁先有挑戰性。咁咪係咯，係啊。好，而家第幾題啊？第6題。第6題。 OK。問你這夜最後送誰回家？我信那個會是我，但我心裏知道，男孩像你，不想跟妹妹拍拖。咦？呢首好似冇聽過喎。係啊，係啊。真係冇喎。係啊，係咪 Twins 㗎？可能係應該嗰個年代咯，我覺得係啊。係啊，係咯，我都覺得係組合嗰啲 Twins 嗰啲咧。好，3、2、1。好，兩邊都答啱嘅。死啦！呢首歌真係未聽過。啊，出嚟嗰度係有埋歌名嘅。出題有問題。喂，唔係啊，呢題係送分題。第7題，何解我戀愛雙倍殘忍？從來是快樂過便不會僥倖，動作少簡單偏偏最深，我怎可以做過最優秀路上行人？唔使咁長喎，我覺得。係我咯。可以讀埋落去添。 3、2、1。好，兩邊都答啱。瞓低咗啊！電視綠燈。係啊。係啊。咁啱開正兩飯。有啲問題呢個之後啲歌。係咩？係咩？好，第8題，我估錯這個世界得到教訓，怎相信人？命中怎麼愛着你為人？重複多次，重複多次。我估錯這個世界得到教訓，怎相信人？命中怎麼愛着你為人？有啲熟喎，好熟我首歌。喂，如果唔識寫個字點算先？好難寫。講多啲，講多啲。係，我真係唔識寫個字。 2007年嘅作品，我都未出世。唔識嘅正常。仲有5秒。 4秒。唔記得喎，真3係秒。放棄啦，OK 啊。反骨仔啦，反骨仔啦，貪心。反骨仔啦。無論愛情死心啊！有聽過。我記得啦。好，呢題係小龍嗰邊答啱嘅。呢咁都記得呢首。第9題，這種戀愛太罕有，不需真正擁有，成全，多捨不得，仍是放手。好熟啊又係。咁犀利嘅你。係咪呢個風？唔緊要，睇嚟估人。好，3、2、1。兩邊都啱嘅。我唔錯你都唔講個風字，你會唔會？唔知喎，唔知喎。第10題，憑着發膚之軀，愛火中燒，足夠將破壞力炫耀。憑着愛火中燒，咩炫耀啊！破壞力炫耀。我聽過呢首。可唔可以讀多次？都得試啊，你。憑着發膚之軀，愛火中燒，足夠將破壞力炫耀。仲有25秒。我哋令到佢都寫唔到得，而家你諗唔到點樣？數字人生喎。係啊，都係反骨仔。好，貪心。活着 FIFA，活着 FIFA。兩邊都放棄。好，呢首係大有二。啊。大二。張國榮。 2000年。我冇聽過。憑着發膚之軀，愛火中燒，足夠將破壞力炫耀。
但係2000年嘅呢首歌，原來2000年㗎。係啊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啱啱玩完我哋必答題，而家我哋係 Tammy 嗰組，即係我同 Tammy 嗰組啦，我哋嗰組7分，耶！我哋一組係9分嘅。係咪？嗱，睇9分，可能要問下我女啊，你點樣睇數字嘅呢？究竟？有啲我哋會乘勝追擊。係啊，唔講嘢係啱嘅，因為咧輸家成功咁多，係嘛？下次要寫晒啲地咁，如果唔係，照再查過再先哇！改到。好認真啦，算啊！太算啦，邊個還驕兵？係啊，係嘛？你冇話唔明啊，大哥。我自己寫寫乜？